1980年代美国老影集《飞狼》饰演男主角的詹麦克文生，当年以帅气英姿红遍全美各地，但上个月传出他因心脏骤停辞世，享寿74岁。美国影集《飞狼》，我是詹麦克文生，记得锁定《飞狼》影集。开着超音速飞行直升机，一面寻找失踪哥哥，一面和恐怖分子搏斗。1980年代知名美国影集《飞狼》红遍全美各地，男主角詹麦克文生更是当年当红小生。只是30年过去，他也因病长年辞世。主播，据报道，他于上个月10日病逝于北卡罗来纳州医院。詹麦克文生享寿74岁，飘逸金发搭配迷人笑容。詹麦克文森高中毕业就进入演艺圈，只是苦熬多年，始终没能跃上一线男星。直到1984年在《飞狼》中以获客一角，造成全美轰动。美国影集《飞狼》展开全新篇章，詹麦克文森靠着《飞狼》影集名气身价翻倍上涨，据说每季片酬高达20万美金，折合台币近800万。只是戏红后，他却开始耍大牌，演了3季就被换角，甚至还接触毒品，心路渐渐走下坡，最后现身荧光幕，其日英姿不复以往。记者 vs 已故男星詹麦克文森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你记得吗？你第一次开始演戏的时候，我已经记不得了，你没办法想起来了。不止染上毒瘾酗酒潦倒，1996年一场严重车祸，詹麦克文森和死神擦身而过。7年前因为病毒感染，右腿截肢，从此在好莱坞逐渐被人淡忘。如今就是撒手人寰，也让老影迷感到无限感伤。